媽咪媽咪曲，每日施法變出愛嘅飯盒。今朝打開個雪櫃，第一眼就見到尋晚滷好嗰嚿牛腱，一圈圈嘅花紋好吸引，鹹度同時間都已經定好晒。刀仔落去嗰下好順，叫人覺得今日至少有一樣嘢係穩陣。之後就輪到比較隨意嗰邊，漢堡包切開，加塊牛肉餅，再搽薄薄一層蛋黃醬。雖然唔算啲咩高深配搭，但希望3個小朋友中午咬落去嗰陣，可以聽到少少鬆軟同油香喺口裏面展開。水煮蛋一劈開，蛋黃仲大少少流心，安安靜靜咁瞓喺生菜上面，好似專門負責令個便當睇落溫柔啲。最唔正經其實係角落頭嗰幾粒馬卡龍，顏色靚得有啲過分。甜度都係，擺喺牛腱同飯團隔離，好似有人着住晚裝走錯入操場。不過我最後都係排好佢哋，心裏面覺得長長個下晝總要俾啲唔理性嘅甜味頂一頂。合上飯盒個蓋嗰刻，我諗嘅已經唔係營養比例，而係中午佢哋會點樣被食，邊樣會俾人第一啖就揀走，邊樣會留到最後慢慢嘆，邊一片牛腱，邊一半字蛋，會喺課本同作業中間提醒佢哋原來自己仲有胃口。